就说沈夫人啊，今朝河里想得最多，不能马上就xử理啊！今朝个穷举来那口里十皮他里，门里4个字，回答我4个字，苗头不对啊！非要马上摆面孔啊！马上摆面孔，翻译里头真正做过，我要反复周讲。今年53个人长，上次里个当时主要扩大论文上讲。今有自家当心点，我是分一句，他是得一回，想他是有枪，我的是不应该。我是那年里呀，非一菜，大不是时候呢，这翻新菜，对，非要马上就xử理，让我抛着帽子头，谋公事来谋一谋口。年纪轻啊，涉世未深，现在讲起来不所谓经验，为把我一顶帽子。攀套上去，谋公事谋出来，你做过再好再不，所以妈妈人个后阳功夫好得不得了，面孔笑眯眯。哎呀呀，婶儿啊，高某，昔年我与你已在此当中不欢而散，你走了之后，我听得你那样语道，觉得做姑娘啥都不喝，饭都不吃，你看我。受得多了，早的娘都知了开我，是啊。想你是一言之下难入去，我是两贼一来闪光喂。这故事个宋大词，你的心美在下影谁就知道不大得意，面对促进，现在来看，眉开眼笑，得法做子过了孩子。你今天身上都是打扮，乃是娇滴呀！你真正的打扮，得做姑娘实力出来呀！一定是金花插在纱帽子，下影金宝衬身在。想你是金他玉带在眼前喂，边上金刻斗金鸡，想你是金的手楼西城来。乃满清上现在得法做主顾着，我改女婿啊，就是要改那个种女婿啊，叫军长之水，3品以上的大官，才是精英。2条紫颜色的水个飘荡，那个女婿把我改着改。哎呀呀，婶儿啊，高某，你为什么今朝做了官？棒，十宝没有报道此家，做姑娘的。晓得的呀，想你是开不起想养生如丝，所以已经七八是非人来，这规矩得法做过，棒，报得来。那福报就是看不起辜负，
是啊。姑母，你今朝走了步，为什么一定要道教装束？周姑娘倒预晓得的。哟，今朝个慢慢人开开聪明起来，那谁晓得个呢？下里是结怪我姑娘真什么？真什么啊？也想说结怪我姑娘曾经拿来势力，就说势力人讲势力两个字反悔，说不出口，根本呢哈。我他两个字吧，你是结怪我姑娘真吉利，势力人到底再想能啊，肚皮里想吃点没事噶。势力呢是来小人，吉利呢就是吉刚呢，吉刚呢就是要呢好，太为不起两个字哦。乡里是家庄该办事不应该。哎呀，阿日啊，那个真像侬讲像侬啊，你得法做过，我还有面子个呀。乡里的公民有一些，娘家富贵如一官会。是。你而今走了步，为什么一定要是没有走过啊？哈哈，是啊，你家一儿到领，怎也没得过。你叫二老子自讲耳朵，去偷着响铃铃，响铃铃的声音自家听不见着，当时别人还听不见。嘿嘿，你今朝走过，我看出来这样，那个志气啊！乡里是个生命，也都不上门来。来，快把功名讲出来吧！哎呀，发清楚你的今朝我这个大事八辈子，这上面你再听听看呢？姑娘谁晓得了该做啊？非但晓得我做过儿子，晓得我做过是动过黄金银星碎了浪胸口的，这么大奇怪子。刚刚我旁边姑父打子边角，那边条边去说里，那浪身上内里，姑父吃得锅上了浪外头白白的，儿子姑父神称的发眼睛，里大分哭出来，那姑娘神称黑眼睛，那大谁哭出来着？去。军中失败，一想没所谓。至少因为我发现冒名冒姓食堂考试李中三牛，等到事情抽办下来，皇帝发下来个好嘴巴，意思就是想与各州各府，我放清谁是必定，必定啊谁是放清。但是因为我有私心，也想见姑娘戏弄姑娘，所以怕谁拿这个好嘴巴，谁是那个也那个。我手看你吃个，要等到我发现到这是娘娘之后，妻子呢，姑娘好嘴巴，方是能给他给的是娘娘。所以呢，姑娘根本不可能晓得。根本呢还有一桩事情呢，待我将鱼头打一打开，我也放心这样子做。
光看见子我面孔必白。后来不知哪一来信，三是，说他阿爷来做官在。哎哟，阿伟的马门人啪抛一只帽子的马公是骂一骂我噶，做新的，干么说个？你用马公嘛，我用老公，方清祖公还没喊个。他是要一要谁？听一声哎，高楼啊，我同意，同军人不够。预备新笔提高，明师自不，今日大字听一听说呀。乃是千岁来，算不上，分做过个。你老讲什么呢？姑娘要我好，希望我做过，想不到我人志气美好，名口不够，叫心比天高，真的名士自薄。谁就知道了？该他讲个大话，将来非要做主过来啊！现在分做过啊，这块大一杯，靠谁着？今朝到此地来，得来姑娘亲谁来？什么呢？分走过，分走过，怕来磨皮高兴的，干嘛啦？白面孔，唔耍客气，莫穷举。沈夫人这面孔烫一杯，家姑这里真要做出来。这你的妹，方才我说你走过在可里等一等，等子一等，再说我分走过啊，分走过。阿为天狼不过，方才一顶帽子打不够噶，咁不是噶啊？让我再来抛顶帽子，这个毛公司再毛一毛，这顶帽子什么一毛子？倘是这顶帽子毛上去，你到50分走过个，咁么看上去10分走过，我在白面孔莫穷举，孤立动身，还来得及了。对个，这个一毛是什么一毛子啊？哎呀，是啊，高某，你明明做了过，为什么一定要是木鱼做过？木鱼做过，周姑娘晓得的。虽然在此当中，我曾经讲过，将来你谁能够公人名誉走过到此？周姑娘要有手情手指，到十里上庭跪下来，敬你10里路，敬你73杯酒。而今你做了过，与谁夫人通知姑娘，我已没有到10里上庭，夫人敬你3杯，所以你耿耿于怀。做了过也不肯讲明。哎呀呀，是啊，是女人都是老人的脾气。我今朝做姑娘，只是跪了下来，还是你的镇长，敬了你3杯酒，还是你的姑娘。只要方士们中崇祯门庭，我姑娘后塞一杯。丫头们啊，师傅娘，而今我到时走了不了，做姑娘要跪敬3杯与他这风时房杯酒是呀。哎呀，夫人呀，进醉的。去丫头，姨子小姐，不要取笑我啊！而今他走了不了，不要说我姑娘要敬他3杯。
就是他亲生的母亲啊，也要跪尽三拜，索取赔来。哎呀呀，婶儿啊，快把功名讲出来吧！姊妹请回来，姊妹们请回来呀！方清对君子姑娘忙忙了，还是搿顿最适合吃个。吃死我的毕业男子，至少金银事业挖不来口，要人人自家做主。搿么带几瓜子？那还今朝搿个盲门人吃了家子，半夜是我做官呢？阿为得你实力晓得我做官噶？搿么说个？金银挖不来口吧？对，方清今夜想我金银挖出来。来，方清就你的。刚才我说的一场不中过，哈的要看见个盲门人，瞪一瞪，眼一眼，三个眼胡子嘟噜噜噜噜噜噜记住，马上在三西西是来阿让来做官子，要请我吃醉。哎呦，阿为的盲门人啪，也是一张帽子头，毛公司在买一买我噶，但一日一口子，搿么说个，让我再拉着讲一拉。不过我这个一拉是什么一拉子？他是我这个一拉拉他，你唯一吃了我做官，那么你实头晓得我做官，金银挖不里口，会来得及。对，公某大人，相与被不义莫与中，公某大人要与我祭福，内大公某是要取消一杯，不是那是哪里话来？做姑娘怎样会取笑于你呀？公某大人，相与被果真莫与中不呀10多分做过噶，搿么奇怪着？因为那谁主子得了该得发过机会啊！将来我方清不做官，不到襄阳，不到紫薇堂见那姑娘，那今朝不做官，哪还会得来个呢？哎呀呀，婶儿啊！公某像你前番已在此当中讲过，将来一定要做官到此，真是莫与做官啊！本着预备不得功名，永不到此。那听出是对路来着。我是浪想，你讲过非要做官来，今朝不做官，那还会得来？我还分门，你自家让回答我着。本着不做官呢，该得不来该。现在不知那行业来行呀，不做官的还要来一来着，听听看，而今我怎样会来的呀？后来我在洞中呢，遇见了一位乡家先生。什么了？那半路上向碰着个香米先生，他怎样说你呀？他将我的气势崩溃开了一句，也将我的年刚不是人收了一回。他说道：“属下已三次四子之相，岂在自落之福？”他再问我，可人对起么？我说对的了吧。我家姑弟在到居松顶上当你总表里。他说道：“你家姑弟好毅力，看得出你是一定可以做官。可是你家姑弟不晓得你只是可以做官啊。”哦，这个香米先生他讲，的姑父再到居松顶乃是个穷酸人呀，哪个头配不来？你晓得你将来会得做官，所以不晓得你啥辰光能够做官。这个香米先生不知还晓得吧？是啊。那么，乡家先生他可晓得你几日能够功名到水呀？他倒晓得的。怎样说你？他说的，倘若你西去做官，在与襄阳表记都有，此内不急不虑，一定要听我的说话。西与襄阳表记都有，再去做官，此内大吉大利。我们将我让于一句说话，就一时能免灾灾。我儿今日预备特地到此来恳求公侯大人，让我与表弟都有之后，我再去做官。他是我与表弟无婚之后，真不得功名，都不得富贵。请公侯大人将我赶出乡门，我去寻这位乡家先生人来。这个办法好看，小子香米先生也想骗我农，也想当我农包堂。香米先生刚刚你要做官，哈哈哈，
便当的。他是来先去做官，再去保堂做亲家，不急不离，一定要听乡里先生闲话，先去保堂，再去做官，大吉大利。而且俺得不得了个，把子当下来去当个公民，公民不能倒水，关照我努力赶出去，力去寻找乡里先生。穷举啊，拿来赶出去嘛，我儿子在养个着啊。哎呀呀，倒是对结婚噶，可是看上去分州官拍来马屁，高兴的，干嘛？等你好，马门人啊，你稍微后阳功夫再好一好呀，再跑顶马子头，方清也不能跑出来的。所说市里人到该个辰光跑2顶马子，后阳功夫已经好得不得了，现在辰光吃不住着。你当真莫与做官？莫与做官。故受莫与人民。莫与人民。哦，来子，内裤里面花了满了了，上起来走啊！是啊，莫与做官呀。你莫与做官，我与你接风到分明是取笑你了，丫头们啊！放在书房中的酒药不要备了，他为莫与做官啊，让他做了官再备回来，不觉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现在你不为的做官呀？这张面孔还是像做官的呢？哎呦，这才30年也不来噻。你要做官，红马桶里向还要翻出几个跟斗。今朝今时哪个在？晓得你不为做官，所以书房里向分起规则。这做这事根本不该。不该呀。用不起为的得个。这种我对我欢喜呀，搭档搭得起我劲的了。我本质上求一个读书之地，需要大众立身良事，不如功名富房、富贵富贵、富立足之地。你而今去了3年，你的功在哪里，名在何处？不过为是几句大话罢了。我当年是一个没时运的先士，原来是一个讨人厌的浪子。我不是的，穷贵族。方清周你的金家们那抓，那个条势利泥巴把我抓来着。阿三，前3年我来的给到那势利，我看不起我，狗我动身，别叫神经失感。因为功夫欧山大清来多吃子的水罪，叫最后谁不能收手。今朝那份吃罪，刚刚为你拍2张马子头，马公司来买一买我了喂，啥么呀？因为我说的一张不中国，那是一胖袋子马中举，狗我动身啊！哼，大清周你的搿种我太差的子，什么的？说他一张分中国。好闲话唔不听，嘴事唔不吃。那么你也看不起我们，这里也做个官来不想子。等到一些的做主官好闲话听着，嘴事吃上，我可以非做来是不中官的呀。他个中官不中官，那让我嘴里向飞呀。法清刚正说的自家不中官的辰光，后腰曲背，一点点神气才唔得。现在也说得自家中官长，砰，腰背凌实。精神8倍，喉咙3倍响，一声狼笑，哎！你哪一笑得出的？因我也好笑啊！我非笑旁人，乃是笑你高某大人不插根。不插根意就是不隆隆清爽。你讲得蛮清爽，我听得蛮明白。你讲的下面先生说。唐氏先去做官，再来保堂，不急不离，一定要先保堂，再做官，大吉大利。没听上过，怎样不插根语呀？先与表姐完婚，再去做官，此乃乡家先生所讲，可知晓预备的之气。我偏不听这种江湖上神的语言，我一定要大登口之后，方肯到此。小可哎呦，哎，我不得来的吧？下面先生的规则里，先保堂，再做官，介绍你各种闲话不听的，你个志气，
大灯口之后，再到改到小灯口。啥叫大灯口啊？走过叫大灯口，报堂走亲叫小灯口。可是口上去得发走子咕噜来着吧？口，人上出一道头来着吧？多两样。哎呀！方才听到你的说话，好像没有做过；而今看到你的人气，好像做了不了。你到底做过还是没有做过啊？预备得一小小的功力啊！绝对会得做过噶。少年人有腔无调。第一啊，只因为昔日的我在此当中夸下海口，背了一个大大的家子。而且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孤儿，受不得孤掌中的神母，所以我是没有做过，乃是与你客气。那个头名客气呀，那客气嘛，我晦气哇！势利面孔露出来，势利尾巴已经坏指出来的，根本那哈呢，势利面孔扛进去，势利尾巴夹进去。这你对龙龙青山口门口做的啥个不啊？非要蛤蟆兔子洗那种，现在听见里走过，马上拍马屁。等些门里做啥过，你得说起来，我大事当中做过，大件事、大坏事，那么我就是啊。高某，对呀，请问是你而今做的什么过啊？高某大人不宜随备，得预备将醉马与鸡之日。穷林丰衣之行，一桩桩，一人人，高平姑娘。哦哟，读到水不写了是吧？最无语告穷林富义，皇帝和尚子，上有帮爱偷花三顶家。哎呀，哦，而今做了过了。是。哎呀，事儿怎样做过都要请教啊。就说方清追你的那么好刚正，所以方清要珍惜姑娘，到此。